后来针对这个台南甲高雄的局长洪换掉，行政院长苏贞昌讲，伊上重视治安，马上支持警察，但是要求嘛是上严格。有人质疑讲，这两位局长之所以洪换掉，是内政部长徐国勇甲警政署长陈家钦咧斗争。苏院长讲，这甲事实无符合。这是苏院长早起到宜兰的苏澳，帮这个坐芳仔船环岛的学生加油鼓励时阵，来发表以上的谈话。麦克风一直叫他回来，不能出去，是不是可以请主委？我已经宣布向海致敬，就要开放。甲海巡署长交代，研究看变啊开放予民众出海。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宜兰，为高屏国小学生加油。这学生囡仔头一摆坐国内上届大只34吨级重型帆船，要驶台湾一年，展开27天，总共1500公里的航行。伫这日头同款真炎，苏院长的气色看起来袂歹。上次绕开，那这一次也谢谢有那个蚯蚓拿来跟陈其迈送的一罐。看起来吉利爽效果袂歹，连15开始要上路的三倍罐，苏院长嘛想要搁买一罐，以后大家唔免第一时间去邮局收钱领3倍罐。希望院长来宜兰带动经济，带动商机。那个动物森友会相关的这个产品，那另外我也准备带他到华阴街那个文化部的那个我们的漫画基地暑假了可以买些漫画，让他们过瘾。那另外，当然我也要买一罐那个叫什么润色什么霜隔离霜，对，陪我太太。另外，伊嘛回应台南市甲高雄市警察局长伫苏院长讲谈话了被换掉，听讲内政部长徐国勇甲警政署长陈家钦伫斗争。其实很多都跟事实不符合。如果我什么都不管，就当着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只做好人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另外一种状况？苏贞昌讲内斗风声，这种无影无食，警察局长换人了，上届要紧的就是要改善治安。